说7间教堂是要创啥？作者麦剧场。前几工咧看 Quora 的时，看到一句趣味的话。Fare il giro delle 7 chiese. 若照字面来看，意思是说7间教堂。说教堂，若用咱遮较接看到的是行庙寺。说几若间庙寺是要创啥呢？咱平常时会行庙寺，一般是初一十五去拜拜，无就是有代志去烧一个香问代志。若无就是去观光的时，参观当地的庙寺。毋过，即个行7间教堂 Fare il giro delle 7 chiese. 到底是咧讲啥呢？即句话听讲是起源自中世纪的罗马的一种信徒的传统。迄时因普遍会去行几落间教堂，望安尼做，家己会当伫上帝遐得到赦免。因的做法就是伫一天内底，甲罗马城内的7间主要的大教堂拢行一遍。路途总共20 km， 行的同时爱阁祈祷甲念诗篇，安尼才有效果。听讲伫伊头亚国内其他一寡城市嘛有即种行庙寺的习惯。时间一般是伫国外节期间，如月节3日庆典。Il Triduo Pasquale. Del giovedì santo al sabato santo. 毋过无一定爱伫一天内完成，也嘛毋是逐个城市拢有遐济间教堂，所以有诶所在行3间、5间就好。后来，即个为着要得到赦免，了遐济时间费力，变做一个成语惯用词，用来讲人为着要达到某物目的，了时搁了工，有时拢是白了工诶，无真必要。意思毋是真正面。